17、28日打光子脫毛，手腳加拿大位都真係白咗一個度。勁啊！可以穿透透明波，打透黑色波 ，KO 黑色素。我以前啲體毛係咁，而家1-2個月唔打理都依然滑捋捋。日本 JUJI 易用又持久，最新藍寶石脫毛機 ，JUJI 波長夠長，深層淺層毛囊都可以打走晒，3首歌時間就脫完毛毛。JUJI 出名性價比高，而家只要3位數。可能有人擔心脫毛機係咪智商稅？親身用落嚟，佢真係又有效又唔痛。不過就唔建議買太貴或者太平，好似玩具咁咯。而且唔好出街亂脫毛，尤其係妹妹。唔係尷尬，真係唔知同一部機都打過咩人咩位。但夏天都好想陽光沐浴 V 位雜草叢生，真係好尷尬。JUJI 冰點脫毛 V 位都可以用㗎。JUJI 係600到1200納米 IPL 脈衝光長光波，粗硬毛毛、細軟毛毛都可以打走，深層毛囊同黑頭都可以 KO。JUJI 仲有隱藏10粒嫩膚珠，邊脫毛邊嫩膚，打完真係好似水煮蛋咁。嗱，3位數如果齋脫毛真係大材小用啦。有時候皮膚過敏，又或者去清黑頭要修復毛孔，就齋用 JUJI 冰敷頭，就咁敷喺鼻頭冰枕，冰冰涼涼真係好舒服，鼻頭比之前乾淨好多。JUJI 仲係無限發數，約姊妹去屋企一齊脫毛，夏天可以齊齊靚靚出門啦。